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睇下一個好出名嘅成語，叫做掩耳盜鈴。呢個成語大家可能由細聽到大，但係裏面嘅道理，其實去到我哋長大之後，都依然好有啟發性。我哋會透過一個生動嘅故事，去探討呢個成語背後嘅深層意義。首先，我哋從字面上拆解下呢個成語，掩就係遮住或者塞住。盜即係偷嘢，而鈴就係會發出聲響嘅鈴鐺，連埋一齊，字面意思就係塞住自己對耳仔去偷鈴鐺。聽落係咪覺得好匪夷所思呢？故事嘅主角係一隻貪心嘅小老鼠。有一日，佢見到一個好靚、好精緻嘅大鈴鐺，覺得非常之中意，於是就起咗貪念，好想將呢個鈴鐺偷返屋企據為己有。呢個就係成個故事嘅起點。不過老鼠面對住一個好大嘅難題。大家都知鈴鐺一喐就會發出好響亮嘅聲音，如果老鼠去搬個鈴鐺，啲聲一定會引嚟其他人嘅注意，到時就會被人捉住。老鼠為咗呢件事就開始左思右想，諗咗好耐，老鼠終於諗到一個自以為好聰明嘅辦法。佢覺得既然鈴鐺會響，只要我聽唔到，咁咪當冇事發生咯。於是佢竟然揾嘢塞住自己對耳仔，以為只要自己聽唔到鈴聲，其他人就一樣聽唔到。老鼠塞住耳仔之後，就自信滿滿咁去搬個鈴鐺，結果可想而知，鈴鐺發出咗好大嘅聲響。雖然老鼠自己聽唔到，但係周圍嘅人聽得一清二楚，於是即刻跑過嚟將呢隻偷嘢嘅老鼠捉住咗。呢個故事雖然簡單，但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心理概念，就係自欺欺人。老鼠嘅行為完美示範咗點樣自己呃自己。我哋要明白，客觀嘅事實係唔會因為你主觀唔去面對而消失嘅。掩蓋問題絕對解決唔到問題。喺現實生活入面，我哋有時都會犯下類似嘅錯誤，例如病咗唔肯睇醫生，以為唔去檢查就冇病，或者考試成績差就將成績表收埋唔睇。呢啲其實都係現代版嘅掩耳盜鈴，都係一種逃避現實嘅表現。所以我哋要記住，逃避問題只會令情況變得更加差。真正嘅解決辦法係要勇敢咁去正視問題。遇到困難嘅時候，我哋需要冷靜、客觀咁去分析，揾出真正嘅解決方案，而唔係好似老鼠咁呃自己。總括嚟講，掩耳盜鈴呢個成語提醒我哋，千祈唔好自欺欺人。事實永遠勝於主觀嘅意願。我哋無論喺學習定係生活上，都要時刻保持清醒嘅頭腦，誠實咁面對自己同埋周圍嘅現實環境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